抱擁這分鐘，愛依加前行。今日係12月26號 Boxing Day，咁咧就今日下晝咧，我就會同一班嘅愛依加義工啦，嚟到咧係油麻地 YMCA 嘅6樓主場館咧，就會喺當中咧有一個嘅一個活動啦。咁喺自從疫情啦，我知道咧有好多機構包括由淺入深啦，敬拜會港島敬拜會啦，同埋好多嘅教會仲有 YMCA，仲有係教官咧，佢哋都好有心咧，一路咧去服侍一啲嘅基層嘅朋友，特別喺油尖旺呢一帶嘅街坊。所以今日好開心咧，就同一班嘅愛依加義工咧一齊嚟到咧關心啲街坊，有遊戲玩亦都有唱歌，仲有豐富嘅禮物。咁但係最重要咧，我哋好想去祝福咧，就係愛依加前行，就喺愛嘅裏面，喺醫治恢復裏面，同埋咧家嘅溫暖裏面咧嚟到咧，我哋一齊嚟到向前行。所以今日都歡迎聽到嘅朋友啦，你可以咧1點就嚟到，或者咧一路之後嚟到都得嘅，我哋去到6點先完嘅。今日特別咧好想祝福咧，就係喺呢段時間裏面咧瞓得唔好嘅朋友，好多嘅困擾或者好多嘅思緒咧，令到我哋休息得唔好。聖經裏面有一個祝福咧係咁樣嘅。喺希伯來書4章話咧，當我哋進入安息咧，乃係歇了自己的工，正如上帝歇了他的工一樣。當上帝創造完呢一個嘅地球，創造完人嘅生命咧，佢歇了自己嘅工，進入安息。大家可以想像咧，當上帝創造完之後咧，佢嘅安息咧，其實係一份好深嘅欣賞，就好似一個畫家咧，佢畫完一幅最靚嘅畫，然後咧佢會心微笑，佢點頭，佢話 This is so good。原來咧進入安息休息嘅秘訣咧，就係深深嘅欣賞 appreciate 我哋自己嘅生命。好想祝福咧，今日喺我哋當中好多係付出嘅、勞苦嘅、好俾心機嘅，今晚就經歷耶穌嘅祝福，好好休息。